Lenovo 11寸平板大鋪減價1000，三字頭玩 S8 Gen 3晶片，8860mAh大電加 3.2K Mon， 揀部平板煲劇、玩遊戲同埋辦公，效能唔能夠太差，處理器要有翻咁上下。近日有大鋪為 Lenovo 一部高階平板減價，三字頭玩到 S8 Gen 3舊代旗艦晶片，效能喺今日都好夠用，有興趣就要睇落去啦。講緊嘅係衛訊網店有款 Lenovo Yoga Tab 11.1，由原價4999減到3999，配置係12GB 加 256GB S8 Gen 3。雖然已經係2代前嘅晶片，但係始終都係旗艦級，效能好過好多嘅中階機，而且仲有廠商用佢出嘅旗艦摺機賣過萬蚊，其實都仲好夠用，而且跟機附送鍵盤同埋手寫筆，無論係娛樂定還是係辦公都好使得。除此之外，喺衛訊買呢一款產品仲有贈品，係食正話題嘅 FIFA 世界盃攬枕。Lenovo Yoga Tab 主打流動創作、文書工作同埋影音娛樂，機身厚6.2mm， 重458g，佢搭載 S8 Gen 3晶片，配備8860mAh直碳電池，可播放最長12小時嘅 YouTube 影片。螢幕採用11.1寸 3.2K 面板，支援144Hz 嘅更新率同埋800 nits 嘅峰值亮度，配合4喇叭同埋 Dolby Atmos，兼顧創作同埋娛樂嘅需要。AI 方面 ，Yoga Tab 採用混合式架構，可以透過內置嘅 NPU 處理離線文字生成、翻譯、語音轉文字同埋摘要功能。連線之後可以配合 Google Gemini、Adobe Express 同埋 Lightroom 使用。